華盛頓又玩鎖門，聯邦政府再次停擺。每次見到呢啲頭條，全球投資者個心都嚟一嚟。今次究竟係會引爆股災嘅政治地震，定係得個嘈字嘅政治騷？等我即刻同你拆解呢個計時炸彈，睇睇歷史上政府停擺同個市場有乜嘢恩怨情仇。首先，政府點解會關門啊？講到尾三個字：冇錢使。美國政府使每分錢都要國會批預算。如果新財政年度開始，兩黨為咗邊境牆、醫療法案或者債務上限嗌交嗌到面紅耳熱，通過唔到預算案，咁政府部分部門就要摸住個鼻架門啦，員工放無薪假，服務就跟住停啦。咁停擺會點樣衝擊個市？記住三把火：不明朗、經濟數據、消費者信心。最大鑊係唔知佢想點喎，個市場最憎估唔到下一步。政府停擺即係話俾人聽，班政客連基本盤數都搞唔掂。投資者實驚你班友連數都計唔掂，點處理經濟大鑊嘢啊？呢種擔心即刻會變做恐慌性拋售，搞到風險資產俾人掟貨，個市波動即時爆表，經濟盲咗，關鍵數據冇得睇，呢樣超級重要。停擺期間呢，商務部同勞工部呢會暫停出非農就業報告、GDP、通脹數據呢一啲經濟盲公竹，冇咗呢堆關鍵指標，聯儲局同投資者等於蒙住眼揸車，隨時落錯決定，拖累實體經濟。幾十萬公務員同政府合約商出唔到糧，市少咗自然拖慢經濟。短期停擺還好，如果玩足幾個月，真係會直接影響經濟增長同上市公司賺錢能力。齋講冇用啦，即刻睇歷史點講。史上三大停擺話你知：1995到1996年克林頓年代停咗5日同21日，個市挫兩挫冇事，完事後仲大爆升。點解？當時美國經濟食緊科網熱頭啖湯，基本面夠硬淨。2013年奧巴馬年代停16日，標普500反升3%，個市場當時隻眼掛住睇聯儲局放水，邊得閒理政府霸門。2018到2019年，特朗普年代最長嗰次停35日，個市跌10%，但元兇其實係聯儲局加息同全球貿易戰停擺，只係幫兇。歷史教識我哋，短期停擺通常唔係市場轉勢主因，真正話事嘅始終係宏觀經濟、企業盈利同央行政策。停擺只係個噪音放大器。不過呢，要分清楚兩個魔鬼啊！投資者真正要驚嘅唔係政府停擺，而係經常跟住嚟嘅債務上限。政府停擺係唔想找數，債務上限係冇錢找數。如果財長耶倫講個死線到咗都未提高債務上限，美國就會技術性違約。呢鋪唔係講玩，會撼動美元同美債嘅根基，引發全球金融海嘯。記住呢個比喻，政府停擺只係爆竹，債務上限先係金融核彈。總結俾個生存指南啊！短期停擺當食生菜，重點睇時間長短同背景，分清主次。與其擔心政府卡門，不如睇實聯儲局利率走向、通脹走勢同業績期。美國政治鬥爭已成常態，以後停擺只會越見越多。記住啦，政府道門可以關，但你個腦道門要長開。